大家好，我是克家佛教中心的小金讲法师，是尊贵的赞都古仁波切的弟子。那延续刚才跟大家分享的内容呢，我们今天还是接下去还是在讲同一本书，这本是仁波切的英文书《Compassion Conquers All》，就是慈悲战胜一切。那刚才我们谈到的是，目前呢，我们还是在这本书的第一个部分，主要是讲我们的发心。刚才讲已经开始，这样介绍的已经介绍到，就是说在轮回里，在娑婆世界呢是没有任何新鲜的事情的。接下去呢，刚才还一开始说到，就是说我们所想要的一切，如果我们是追求的一切，如果说它的本质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话，它需要仰赖其他的事物才能够存在，它并没有办法独立存在的话呢，那就是会是我们痛苦的一个因。那接下去呢，继续跟大家分享接下去的内容。那现在已经是第一章的第21页，pervasive ignorance， 那就是无处不在的一种无明。We will suffer constantly while we are trying to achieve it. When we achieve it, we will suffer, as there's no guarantee that we will be able to keep it. And the minute we lose it, or there is a sign of losing it, we run to temples, we run to lamas, we run to divinations, we run to magicians, we run to fortune tellers, we run to anybody who can save our wealth. And in the process, we suffer. Then when we actually lose it, we suffer even more, for some, extremely. From beginning to the middle to the end, it is total suffering. Mental, physical, environmental, outer, inner, constantly. 这个呢，就是说我们的无明，就是这个小节说的，我们的无明呢，其实是无所不在的，其实是就是很普遍、很深入的。他说，其实这个章节它其实延续刚才内容。我们刚才讲到财富嘛，我们就为了财富，在过程中呢，我们耗尽了心力啦，牺牲了许多事情啦。而当我们真正得到它之后呢，那其实这个财富还是不稳定的。接下去这个内容就是说，我们会不断的长期在痛苦。当我们尝试去达到这一切的时候，而当我们达到了，我们争取到了，我们还是一样是痛苦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去保证我们能够永远的去保有它。那当我们失去它的时候，或者是刚我们开始发现我们即将失去它的时候，然后这里讲了它，在这里讲的特别指的是财富。那我们就会到寺院去啊，我们就会找那些上师啦，找一些高僧喇嘛啦。那我们会开始去做些占卜啦，我们可能去找香火术士啦，我们可能去找一些算命佬啦。我们基本上我们会去找任何人，那任何我们认为能够帮助我们去保住我们的财富的人。那在整个过程里面呢，其实我们是非常痛苦的。那到了我们真正失去它的时候，我们的痛苦是更深重的。对有些人来说呢，这是一个很极端的一个极度的痛苦。所以从整件事情来看，你发现从开始到中间到结束呢，它全然都是痛苦。我们的心灵、我们的肉体、我们的环境，无论是内在的、外在的，都是不断的一个痛苦的过程。And our ignorance is pervasive and very strong to say or think that if you achieve that, we have happiness. If you look around at people who are actually wealthy, how many of them are deeply at peace or have happiness in their minds? And when they have it, when they lose it, how do they feel? And that's the process of life. One day you will lose it, if not in life, definitely at death. When you are born naked. You cannot take anything from your previous lives. 那这里说呢，他说我们的无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是非常非常根深蒂固、无孔不入的，是非常非常强的。这个无明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呢？其实我们的无明长期在告诉我们，常常在暗示我们说，如果我们得到某些东西，我们就会得到快乐。那其实你认真去看，就以财富为例子的话，我们认真看一下周围的人，那些真正拥有巨大的财富的人，那有多少人其实是每天都能够很安心的生活的，很平静的快乐的，他们是能够得到内心的安宁的。那当他们拥有了这些东西，
在逝去之后，他们会有什么感觉？这就是生命的一个过程。他讲，无论如何，终有一天，你最终还是会失去他的。即使不是在这个生命当中，那肯定也是在死亡之后。他说的，当我们生出来的时候，我们是赤裸裸的，我们根本没有办法从过去式带任何东西过来。所以这里要讲的就是说，我们追求的一些东西，如果是基于一些怎么说呢？它是不稳定，它是无常的话，那这个整个过程呢，从开始到中间到结束呢，它都充满痛苦。所以这里举的一个是大家最熟悉的例子，当然就是财富。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开始，从它的过程到结束。甚至的，就是所谓的开始呢，就是我们在去计划啦，去为它。我举个例子好了，我们为了想要将来的生活更好，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开始从小，可能我们就我立志要赚大钱，那我们从小呢就很努力的，可能就去念书啦，去做什么东西啦，那个过程就拼命的去为这个东西奋斗。那在这过程中呢，在真正的追求财富的过程呢，我们牺牲了许多自己的时间呢，牺牲了自己的亲人啦，那各种各样，甚至牺牲自己的健康啊，那我们去追求财富。那到了结束，就比如说我们终于得到它之后，我们还是每天要很担忧这个财富会不会失去，或者是会不会给人家偷走。所以整个过程呢，它都是充满痛苦的。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痛苦来自什么地方？它主要来自我们的无明。那这样子的无明，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事实上是无明在告诉我们说，只要我们拥有这些东西，我们就会得到快乐。那如果我们去看一下我们身边的这些人的话，其实我们到底有哪一些人是真正因为得到财富而快乐的？但其实大部分其实富有的人都不见得是快乐的。为什么？他讲，其实生命的本质就是这个样子，那娑婆的本质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我们拥有了一件事情，我们就开始担心失去它。那即使你在有生之年没有失去它，但你死亡的那一刻也必然会失去它。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最好的一个证明就是说，当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是赤裸裸的，我们什么都不带的。那意味什么东西？那意味着我们过去是无论我们累积了多少财富，无论我们是不是富可敌国了，或者是我们是不是一个国王啊，或者之类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那死亡的那一刻带不走，那出生的时候也带不过来，所有前世所累积的都没有办法带过来。那这里讲的就是这样子，说的是我们的无明让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什么东西会快乐，而实际上并不是这个样子。那接下去呢是 wrong perception. When we think about it carefully, when we think about it constructively and from the right angle, all phenomena are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Empty of inherent existence doesn't mean empty of existence. It means empty of the way we perceive it exists. Therefore, when you reject something, when you look at something, when we have attachment towards something, it in itself does not exist the way we perceive. For example, wealth does not provide happiness, but we have a wrong perception that it does. We follow that, we run after that, and it is not that we don't achieve wealth, we become unhappy. It is a wrong perception to believe it brings happiness, and when it does not bring happiness, we suffer. OK， 这一段呢，其实这些内容都是非常怎么说？那如果我们真的去好好去思考，去联系和实现的话呢，它其实能够让我们得到更多的一种安宁和一种喜悦。这一个讲的是错误的投射。他说，如果我们认真去思考这整件事情，如果我们从一个正确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那我们就会发现到一切的一些现象呢，它本身是没有自性的，它的自性是空的。那所谓的自性空，并不是说
它完全不存在，并不是说它的存在是空的，它的空在这里的自性空的意思呢，指的就是说我们的认知，我们认知它存在的方式是空的。那这句话怎么解释呢？他说，当我们去检查我们认真去检查这件事情的话，我们看待某些事情，或者是我们对某一些东西有执着的话，这个东西本身呢，它其实它存在的方式，并不是我们所认知的那个样子。就举例说，财富并不能带给我们快乐，但是我们却有一种错误的认知，认为它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快乐的。那我们就跟着这个这样子的一个东西，这样子的一种理念在走，我们就不断的追求一个，我们相信这样子的一种想法，相信这样子一种认知，那我们就不断的追求财富。那如果说事实上呢，真实的情况并不是说我们没有办法达到财富，我们就会不快乐。那真正让我们不快乐的是我们的错误的认知。我们错误认知什么东西？我们错误认知说财富能带给我们快乐，所以当我们没有得到财富的时候，我们就不快乐。那这里可能我希望相信大家可能我不懂大家听得明白吗？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并不是说这所谓的自性空，它并不是说那一个东西是不存在的。那个东西是存在的，比如说我们说钱，那钱存不存在？那钱真的是存在的。我们并不是说钱是不存在的，而是我们赋予它的价值是否是真的是存在的。它所谓的自性空讲的就是我们赋予它的一种价值，我们的认知上的它的存在的方式其实是空的。就以财富作为例子，这里说的，那财富就是说，并不是说每一个人就是财富本身能不能带给人快乐？其实，如果说你说财富能够带来快乐是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那意味就是说每一个人有了财富就会快乐。那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子呢？其实并不是。那所以说这个东西这样在认知上，这只是我们个人这种认知，它是我们错误的认知，我们相信它能带给我们快乐，所以。我们的快乐或不快乐，其实是根据我们的认知，而不是根据事实本身。那财富其实是存在，它在就是钱，就是举个例子，可能是100万，那100万它是100万本身就是100万，但是有些人会因为100万而非常快乐，有一些人却无动于衷。那其实就表示说，财富本身呢，它并不必然能够带来快乐，而是我们认为它能带来快乐。那些相信财富能带来快乐的人，当你给予他财富的那一刻，他可能就得到短暂的快乐，但是接下去他就可能开始为他最担心啊，这些东西会失去了，或者是当他看到这笔钱。他以为他即将得到，但结果却得不到的时候，他就因为这个样子而变得不快乐。那反之呢？同样是100万是存在的，但是你给予一个对金钱不执着的人、不在乎的人来说，他的世界里并没有这样子一种观念，认为说财富是能够带来快乐的。所以当你临时决定不再将这一笔钱给他，或者是他失去这一笔钱。他所受到的影响，就绝对不会比那个认为财富能带来快乐的人来的大。那我相信大家听到这样子，可能这个例子这样子，可能希望大家能够多明白一点点。那就可能说那如果说财富大家不明白的话，我们就以人作为例子好了。比如说今天这个男生他喜欢某一个女生，他可以为了她去做任何事情。那甚至在遭受女生的拒绝之后呢，甚至选择去跳楼啊，去自杀啊。但是同样的这个女生呢，为什么她会对这个人有这样子的一种看法？是因为这个女生不存在，其实不是，女生是真的存在的。所以我们不能说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他是存在的，而是这个男生他赋予这个女生的价值呢是不存在的。
他在认知上认为他得到了这个人，他就会得到快乐，是这个东西本身是不存在的。因为同样的这个人，如果你换成给另外一个男生的话，他可能就怎么说呢？就完全没有同样的价值了。所以我们讲的就是没有存在自性空的意思就是这样子。那一些不存在的是我们赋予的一种认知，所以我们的认知都来自一些错误的投射，所以这些东西才是不存在的。It is not the wealth or losing it that makes us suffer. It is the wrong perception, the ignorant perceptions of what we think it can do for us. So it is the motive and the process that make us suffer. It is our wrong perception or idealization that makes us suffer, not the wealth, not losing it, nor not achieving it. 他说，其实并不是财富或得到或者失去财富让我们痛苦，那是一种错误的一种认知。那错误的认为，财富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我们错误的赋予财富的一种价值，导致我们痛苦。他说，其实是，所以就是我们的动机呢，和这整个过程呢，让我们觉得痛苦，是我们错误的认知，我们的过度理想化导致我们痛苦，并不是财富本身，并不是失去或得到。这里讲是一个就这些，然后接下去我们进入一个新的一个小题 ，wrong projection， 那就是一个错误的投射。We can apply these examples with everything around us, in everything that has happened in our lives and has so-called disappointed us. It is our wrong projection and wrong attachment to it. It is not the object itself. 那讲这样子的同样的一种例子呢，这些例子我们可以把它用在身边的任何事物上，任何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任何我们觉得让我们灰心或者失望的事，那这其实呢是我们错误的投射，我们错误的这种执着，我们对某些东西的错误投射的执着，让我们失望，而不是那个事物本身。All objects are free of inherent existence. Inherent existence means existing on its own without causes. If wealth could exist on its own without any causes, it could bring us happiness, because it would be permanent. So if something can exist on its own without dependency on causes, it will be permanent. If these things are permanent, they will bring happiness, because wealth comes under the classifications of impermanent phenomena. Our grasping at it as being permanent when it is not makes us suffer. 那这一段讲的是所有的一切事物呢，如果它不是一切的事物呢，其实就是它其实并不是真实的存在，就是它的自性是空的。他说的自性指的就是自性讲的就是它能够独立存在而不仰赖不依靠人的因素。他说，如果财富本身它是能够不仰赖任何其他因素而独立存在的话呢，它就能够带给我们快乐，因为不仰赖其他因素而存在，就表示它可以是永恒的。那所以说，任何事情如果是能够独立存在而不仰赖不依赖其他因素的话，就有可能是永恒的。那如果这些东西是永恒的话呢，它们才能带来真正的快乐。那由于说财富它其实是归类于它是属于一个不永，是无常的一个无常现象的一个类别呢，那我们对它的一种执着，我们紧捉着它的，我们把它视为永恒呢，就会给我们带来痛苦。It's like when we meet someone new, if we have a projections that this person is kind, compassionate, honest, and will be loyal, and we find out later they are not. It's not that which makes us suffer. It's our wrong projection of that person, what we think they should be like, but they didn't fit our projection. It's because of our wrong projections of that person or that phenomenon that we suffer. We do not suffer because of that person or that phenomenon. 那这里开始以人作为例子来解释，就像我们认识一个新人那样，
那如果说我们刚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有先入为主的一个投射，第一个印象，我们认为这个人是善良的，是慈悲的，是老实的，是一个忠诚的朋友。那接下去，我们突然发现，其实他并不是这样子的话，这并不是因为那个人本身让我们痛苦，那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是我们对那一个人的一个投射。我们认为这个人应该如何，当他们没有办法去满足我们的，就不能符合我们的投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痛苦。所以一切呢，都是源自于我们对那一个人的投射，我们对现象或者事物的投射，来导致我们痛苦。我们并不因为某个人或某个现象而痛苦。那这里讲的，就再强调一次，一个人、一个事物、一种现象，它本身其实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痛苦。给我们带来痛苦的，其实是我们对那一个人、那一个事物或那一个现象所产生的投射，我们的认知，我们的错误认知导致我们痛苦。So we go on ignorantly blaming other people, other situations, other things. And from that wrong projection and wrong perception, we shout, we scream, we hurt, we use harsh words, we kill, we steal, we lie, we commit sexual misconduct, we use charismatic speech, we put others down. It's from that wrong perception we do all those negative types of actions. Those negative types of actions will bear fruit, because the root is negative. Of course, the sprout, what the result will be, is negative. 所以呢，刚才讲到就是我们就是有一些对人事物，我们有一些错误的认知，所以我们就开始很无知的就开始去怪罪人、怪罪情况或者怪罪各种各样的东西。也同样的，从这些错误的一种投射和错误的认知呢，我们会吼叫，我们会受伤，我们会用一些很恶毒的一种言语，我们甚至会就会进行一些杀害，我们开始偷盗，我们开始说谎，我们进行一些谐音的这种行为，我们甚至使用一种离间的一种话语，或者是去贬低其他人。那这一切呢，都源自于说，这一切都是源自一些错误的一种认知，源自这些错误的认知呢，所以我们才会去进行这种各种各样的一种负面的这种行为。那这些负面的这种行为，这些一些错误的行为呢，它其实是会有后果的。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说它的根源是负面的，那当然它的芽或者是它的结果也必然会是负面的。好，那接下去我们再看一个新的一个小节。What makes us suffer? So, what makes us suffer is not realizing that things do not inherently exist on their own. Every phenomenon is impermanent. It is our stubbornness not to accept that fact and to put more into it than it is. It is our stubbornness to have the wrong projections toward an object of the five senses, and it not fitting our projections, the way we think it should be, that makes us suffer. 那这里呢，同样就是说，什么东西让我们痛苦呢？那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意识到事物并不存在有自性，就是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意识到事物的自性是空的，所以我们会痛苦。但其实每一种现象都是无常的。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其实是我们不愿意，是我们固执的不去接受它，我们不愿意接受这些事实，是我们因为我们的固执，所以有了这些对某些东西呢，就有了一些错误的投射，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那很多时候还是源自我们的一种各种就是感官的一种需要，所以有了这种错误的投射。当事情的发生并不能符合满足我们的投射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感觉到痛苦。所以真正让我们痛苦的，并不是事物本身，而是我们
在我们赋予它的一种不真实的一种认知和价值，是我们固执的不愿意去接受真实的一个情况，我们固执的去根据我们本身的一种欲望和需要，去赋予某一些事情一些错误的一种价值，而当事实并真实的一种情况并不是这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会开始痛苦。所以总结来讲，它根本它从一开始就是我们错误的认知导致我们痛苦。And the worst part of it is that we do not have enough wisdom, clarity of mind, meditation power, and penetrative wisdom to actually see an object for what it really is. Therefore, we are stuck with two problems. First, wrong perception due to delusional mind, due to wrong mind and wrong perception. And second, a grasping at the wrong projected perception. So grasping at the wrong projection and wrong projected, and grasping at the wrong projection and wrong projection itself makes us suffer. 然后这里开始来进行一些剖析了。他说，最糟糕的情况，其实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智慧，我们没有清晰的一个头脑，我们没有一种禅修的一种力量，我们没有具有穿透力的一种智慧，去看清事物的一种本质，看清现象的一种本质。那所以我们一直就卡在两个问题上。第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的一种就充满妄念的心，我们有了一种错误的认知。第二个呢，我们紧紧去抓住这种错误的认知。所以这两个东西呢，才是真正让我们痛苦的。所以原因起因是我们的无明，导致什么东西呢？导致第一个，我们对这事情有一些不切实际的认识，就是一个错误的认知。那第二个呢，是我们对这种错误的认知的一种紧的一种紧抓不放的一种做法。我这里看一下时间。好，那时间差不多，我们在下一节再继续跟大家分享另一个小节。那总结刚才的就是这几个，就这几页的一个分享呢，其实我们还是就开始从怎么说呢？我们就开始谈到了无明，我们谈到了一些错误的一种认知、错误的投射。那其实这一切呢，就是我们痛苦的根源。因为我们的无明，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一种智慧，没有这样子的洞悉力，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看清事物的存在，事物的本质本身，它们是自性空的。那正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无明，让无明导致的看不透呢，让我们紧紧去抓住我们以为的这种现象，而当当事物本身它并不是事物在变，而是我们的认知。所以当事情它本身它没有以我们想要的那种方式来呈现的时候，我们就开始痛苦。所以简单来说就是这个样子。所以根源是无明。那具体的情况呢，就是那无明导致我们有错误的认知，而我们紧紧抓住那个错误的认知。所以现在已经开始把问题逐渐理出来了。那这理出了问题呢，我们接下去呢，最开始就比较可能去找到一些对治的一个方案。那佛法是这个样子。好，今天的这一节的分享呢，到这里。接下去的分享，我们就会开始讲关于我们的一种我们的执着，我们的紧抓不放。那这个环节会比较长一点，那我打算就放到下一次来分享。好，那结束之前呢，同样的我们就做一个回向。好的，圆满回向。如
宝珍贵菩提心，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菩提愿，岂不退转倍增长？如宝珍贵之空性，为生出者愿生出，以生出之空性宝，岂不退转倍增长？曰：此修一切功德，利所有众生诸法弘，显明至尊善慧名称师，所成佛法心要诸圣教。唯愿世世不离真上师，唯愿随时享有圣正法，并于地道功德圆满后，迅速证得金刚持果位。愿我趁此善根力，速即成就上师佛，一切众生尽无余，悉令安置师佛地。愿弘扬中喀巴法王正法理则记，直系障碍之征兆，一切顺缘喜圆满。我及他人之三世，一子相属二之一，祈愿善慧名称佛，教法永驻圣增长。愿昼吉祥，夜吉祥，昼夜60恒吉祥，一切事中皆吉祥。唯愿三宝常摄受。至尊上师身受永稳固，妙善法业普及遍十方，上为教法聚光照三域，众生未尽其行恒常住。好，谢谢大家，我们下期再见。